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第1108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14天。大家也知道，特朗普这个小团体不仅停止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而且还停止了情报共享。停止这个情报共享会导致什么呢？导致美方提供的海马斯系统陷入瘫痪。如今乌军无法获得远程打击所需的实时战场情报信息。媒体介绍特朗普在事先没有通知乌方的情况下，切断了一条关键的情报警报链，这给前线乌军造成一定影响。俄罗斯库尔斯克前线，俄朝联军趁机在两个方向发动多次大规模反攻，攻占了乌军原先控制的3个定居点以及约50平方公里的土地。截至目前，乌军依然控制库尔斯克面积约有673平方公里，包括63个定居点。这个不仅海马斯这个陷入瘫痪，连英国的这个风暴翼巡航导弹也出现问题，还有监视俄罗斯的轰炸机起飞信息也断了，还有俄罗斯朝乌克兰发射导弹预警系统全部掐断。也就是乌军在某些方面相当于一个瞎子。所以这个特朗普这个小团体已经完全倒向了俄罗斯，已经给普京跪下了。这个是英国经济学人报道的。乌克兰的国防部长乌梅罗夫表示在美国做出决定后，乌克兰正在研究解决情报问题的替代方案。关于情报交换，我们尚未收到有关如何限制的信息，但我们已在研究替代方案，如有必要，我们也将从德国获取这些数据。乌梅罗夫说，法国媒体也说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努3月6日宣布法国正在向乌克兰提供情报。这个勒科努表示，我们的情报是主权的，也就是法国人自己的，我们有能力全盘掌控，我们正在与乌克兰分享这些信息。有媒体说，美国的一些盟友正在考虑缩减与华盛顿分享的情报，以回应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的和解态度。也就是说，法国、德国这些国家开始限制部分情报跟美国分享，也已经不再信任美国了。虽然有法国的，还有英国的，甚至还有德国的情报分享，但是由于特朗普跟他的小团体突然切断了跟乌克兰的情报分享，势必给前线的乌军造成很大的困扰。即便后面有法国、德国、英国的这些情报分享，那协调起来、磨合起来也不是一句话的事，所以给前线的乌军恐怕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重新召开会议，要制定新的方案，趁特朗普暂时停止给乌军的援助以及情报分享抓住这个机会扩大战果，要抢更多的地盘。所以特朗普确实现在已经跪在普京面前。我在以前节目说了特朗普不给乌克兰军事援助，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利益优先，他不想多花钱。但是他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把拜登已经批准的，对吧？经过美国国会批准给乌克兰的援助他给叫停了，甚至运送武器的飞机已经起飞也被叫回，在波兰的这些武器也被停止交付。特朗普倒行逆施，激起了欧洲的强烈的反响和反应。首先是马克龙，他昨天在欧盟的峰会之前向法国全国人民发表讲话，甚至他对整个欧洲演讲。马克龙的这个演讲还是非常提气的。这个马克龙的演讲大概讲了这么几点。第一个，他说欧洲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俄罗斯已经成为法国和欧洲的威胁，俄罗斯军队可能不会只停留在乌克兰，也就是普京的脚步不会只在乌克兰。到2030年，说俄罗斯将额外动员300万士兵，并生产4000辆坦克，那要征服整个欧洲。现在俄罗斯一共才130万士兵，2030年300万，扩大1倍还加一点，完了4000辆坦克，这个不是要征服整个欧洲吗？由于俄罗斯的行动而导致当前局势对我们来说非常危险，法国将继续帮助乌克兰按照自己的意愿实现和平。按照俄罗斯的条件，和平不可能达成，也不可能是简单的停战。不能相信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违反了明斯克协议。说法国需要做好准备，因为美国不会站在我们这边，和平不可能不惜一切代价，也不可能在俄罗斯的命令下实现，也不可能是乌克兰的屈服。加强欧洲军队，欧洲人将保卫欧洲。法国将生产大量武器，以便
乌克兰和欧洲不依赖其他国家，将在国防上投入大量资金，未来几天将做出重要决定，也就是欧盟峰会，欧洲恐怕达成共识。说到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他说美国可能提高对欧盟的关税，希望能够说服特朗普站在欧洲这边。这个马克龙还说，法国将召集各国总参谋长，为保障乌克兰未来的和平做好准备，已经为乌克兰的和平制定了计划。最关键的是，他说我决定开始战略讨论如何利用法国的核武保护我们在欧洲大陆的盟友。在这马克龙讲话之前，法国的民调显示73%的法国人认为美国不再是可靠的盟友。而在马克龙发表讲话后，法国似乎回到了最荣耀的时代。法国网民将马克龙称之为马克龙波拿巴，也就是新的拿破仑。大家看视频。Notre dissuasion nucléaire nous protège. Elle est complète, souveraine, française de bout en bout. Elle a, depuis 1964, de manière explicite, toujours joué un rôle dans la préservation de la paix et de la sécurité en Europe. Mais répondant à l'appel historique du futur chancelier allemand, j'ai décidé d'ouvrir le débat stratégique sur la protection par notre dissuasion de nos alliés du continent européen. Quoi qu'il arrive, la décision a toujours été et restera entre les mains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chef des armées. Maîtriser notre destin, devenir plus indépendant, nous devons y œuvrer au plan militaire, mais aussi au plan économique. Oui, l'indépendance économique, technologique, industrielle et financière sont des nécessités. Nous devons aussi nous préparer à ce que les États-Unis décident de tarifs douaniers sur les marchandises européennes, comme ils viennent de le confirmer à l'encontre du Canada et du Mexique. Cette décision incompréhensible, tant pour l'économie américaine que pour la nôtre, aura des conséquences sur certaines de nos filières. Elle accroît la difficulté du moment, mais elle ne restera pas sans réponse de notre part. Alors, tout en préparant la riposte, avec nos collègues européens, nous continuerons, comme je l'ai fait voilà 15 jours, à tout tenter pour convaincre que cette décision nous ferait du mal à tous. Et j'espère, oui, convaincre et en dissuader le président des États-Unis d'Amérique. 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马克龙说要给欧洲提供核保护，为什么呢？整个欧洲加上英国也只有英法两家有核武器，但是英国的核武器它弹头是美国的，也就是说英国使用核武器要经过美国同意，而法国的核武器它是独立的。法国人一直搞了一套独立自主的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三位一体也就是战略轰炸机，就是空机、陆基，也就是火车或者是那些卡车拖着跑的，或者在固定的发射井里面，还有一个是潜艇在海里面躲在大西洋或什么海洋一个角落。那法国是有这种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所以他说他有能力保护欧洲。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这个表态，欧洲不会接受乌克兰以和平谈判为幌子向俄罗斯屈服。这马克龙要让俄罗斯平静下来，只有把俄罗斯平静下来，和平才能重返欧洲大陆。马克龙已经说了，俄罗斯对整个欧洲都是威胁。那怎么让俄罗斯平静下来呢？谈判可以吗？所以马克龙的潜台词就是要主张战争。但是这么理解，马克龙的态度很明确，也很坚定，拒绝签订俄乌停火协议，认为那个停火协议非常脆弱。针对马克龙这个强硬的表态，这个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说感谢马克龙的清晰愿景，以及我们为实现和平所做的共同努力。和平必须是真实的，而不仅仅是一个词，它不能意味着乌克兰的投降或解体。泽连斯基还强调，这种和平必须公正、可靠和持久，只有在为乌克兰、欧洲和整个世界提供强有力的长期安全保障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这个马克龙说的挺热闹，是不代表欧洲而且统一意义。欧洲要团结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比如说提供核保护，这个德国的现在的总理马上要下台的那个总理叫舒尔茨，他有不同的意见。周四在法国总统马克龙暗示要将法国的核保护伞扩大到欧洲之后，即将卸任的德国总理舒尔茨认为，欧盟领导人不应该放弃美国，而是要在继续北约的框架下遵守核共享方面的规定。你看，这是典型的叫既要又要。现在马克龙说得很清楚，美国已经不管欧洲了，已经不是个可靠的盟友。但是欧洲这些政客现在还在过去的那个思维之中，还想抱着美国的大腿。
还是不能断奶。美国在德国部署了核武器，也就是携带有核弹头的战斗机。马克龙考虑用法国的核弹头和战斗机代替美国的。当然了，因为舒尔茨马上要上台，默茨他是非常强硬的，他的态度应该跟马克龙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抛弃对美国的幻想。德国商报报道，这个德国的后任总理默茨表示，基民盟和社民党同意投入5000亿欧元作为专项投资基金，并将改革债务刹车机制，提高联邦国防投入。鉴于德国目前面临的形势，默茨表示德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加强国防力量。对此，基盟社盟领导人巴伐利亚州州长索德尔表示，在安全方面现在没有限制，德国国防军需要的一切物资都将被购置。默茨他在跟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协商这个核保护机制。德国总理舒尔茨即将与后任总理默茨会晤，决定是否向乌克兰提供去年12月被搁置的30亿欧元军事援助。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了即将就任的德国总理默茨，强调北约团结、国防生产和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默茨的领导至关重要。也就是说，这个德国现在也已经支棱起来了。德国外交部的部长叫贝尔伯克，他说让德国人做好与俄罗斯人开战的准备。德国敦促欧洲国家现在就开始行动起来，不要等待预计4月份由总理默茨领导的德国新政府组建。也就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德国的外交部长贝尔伯克要求德国现任政府，也就是舒尔茨现在就得动员起来，你不要等到4月份默茨上台，那时候就晚了。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一夜之间似乎欧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是马克龙一下就强硬起来，这个德国似乎要扯掉身上的链锁。今日方知我是吾，这个欧洲这些国家也动员起来。波兰的总理塔斯克说，欧洲比俄罗斯强大，我们有能力赢得任何冲突。他呼吁欧洲人相信自己的力量，我们只是更强大了，我们有能力赢得与俄罗斯的任何金融、经济和军事对抗，我们只需要开始相信这一点。这个波兰总理塔斯克说今天看来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不过同时这个塔斯克也说，这个美国已经成为一个更苛刻、更复杂的合作伙伴，但通过加强自身的防御，欧洲必须影响跨大西洋关系的加强。也就是说欧洲要打铁还需自身硬，但是也要跟美国搞好关系，维护北约和美国的联盟必须仍然是我们绝对优先事项。乌克兰和波兰制定了联合防御行动计划，以实施紧急和长期的防御项目。乌克兰和波兰现在可以联合实施关键的国防工业项目，并且已经确定了优先合作领域，包括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波兰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军事、外交和经济援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美西方还没有提供武器，是谁给乌克兰提供武器呢？就是波兰。如果不是波兰刚开始出手，那恐怕乌克兰坚持下来也很困难。美西方的武器拖了很长时间才到。波兰正准备向乌克兰提供第46批军事援助，价值超过2亿欧元。再看看英国，斯塔默对媒体说乌克兰必须坚持3个不妥协。这个哪3个？就是乌克兰必须坚持主权、安全和胜利这3个要素，绝不接受任何妥协或虚假的停火，并表示首批 F-16战机已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发出。他指出北约特遣队已经抵达基辅，为乌克兰提供强有力的军事支持。斯塔默说，欧洲不能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必须团结起来抵抗。他强调，我们必须保卫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价值观。欧洲剩下的国家呢？德国的豹式坦克生产商就是莱茵金属公司，已经将下属2家汽车配件厂转型武器生产。德国另一家军工企业叫亨索尔特，最近从博士公司大陆集团挖走200名工人，开始挖人了，干什么呢？加强军工生产，现在要加班加点生产武器。捷克的 STV 集团将在2周内启用一条新的大口径弹药生产线，产能将翻一番，达到每年20万发炮弹。到今年年底，该公司将启用第3条生产线，达到每年30万发炮弹的产能。这是捷克澳大利亚已拨款600万欧元向乌克兰提供能源支持。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表示，美国总统的行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要我们团结起来，发展自己的重心。如果北约解体，土耳其愿意与乌克兰成为新欧洲安全框架的组
组织部分，也就是北约解体，欧洲要成立一个新的欧洲军队，那土耳其要加入。这个荷兰首相斯霍夫说，准备再次向乌克兰划拨35亿欧元援助，我们将继续当前对乌克兰的支持。如果我们展望未来数年，就应当谈谈35亿欧元的数额。斯霍夫说，援助乌克兰将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这个荷兰将投资7亿欧元用于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当地时间3月5日，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一位匿名的欧洲外交官表示，欧盟国家将不得不为乌克兰武装部队弹药提供资金，直到特朗普去世。这位外交官说，你必须每天为弹药买单，至少持续几年，直到特朗普去世。他还补充说，欧洲的国防支出正在成为一项固定的成本。当地时间3月6号，欧盟特别峰会在布鲁塞尔召开，泽连斯基也前往参加。泽连斯基在镜头面前对欧盟这些国家表示感谢，欧盟现在对乌克兰是不离不弃。欧洲理事会还声明，欧盟将讨论就普京在乌克兰的战争罪行设立法庭的问题。你看，也就是以前是海牙法庭，是国际，这联合国，现在欧盟人家要单独再设个法庭，要审判普京啊。据悉，会议将于3月7日星期五举行，会议将讨论打击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期间所犯罪行有罪不罚的现象的现状。你看，也就是欧盟现在态度越来越强硬啊，这个也得感谢特朗普。欧洲现在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认识到威胁，知道俄罗斯这个是没有所谓的和平的，美国靠不住，所以他们必须自身要强硬起来。但是欧洲确实国家太多，要团结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我想只要英国、法国、德国这3个国家达成一致，那基本上问题就搞定了。其他的国家不足为虑，其他的国家只会跟着他们，当然会有不同的声音。法国、英国和德国要意志坚定，抛开美国闹革命，当然也没有必要去得罪美国，美国还是要争取的，但是不能指望美国，只能依靠欧洲自己。下周这个马克龙、斯塔默还有泽连斯基，对吧，组团去美国，对吧，再次跟特朗普会晤。按照俄罗斯媒体的说法，那就是马克龙和斯塔默要泽连斯基给特朗普跪下，就这意思去道歉。实际上我认为是马克龙和斯塔默还有泽连斯基拿着他们的和平计划底线交给特朗普，你要能谈就照这个去谈，不能谈你就靠边站一站，别在这捣乱。这个美国白宫的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表示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告诉莱维特说，他们正在重新考虑为乌克兰提供资金，但是特朗普对乌克兰的极限施压并没有停止。路透社报道，特朗普计划取消逃往美国的乌克兰人的临时身份，说特朗普政府正计划撤销约24万名因与俄罗斯冲突而逃到美国的乌克兰人临时身份，预计4月份开始。对于马克龙强硬的表态，要给欧洲提供核保护伞，那这俄罗斯人什么反应？那当然是肺都气炸了。刚忽悠一个特朗普，这又出来一个马克龙。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莫斯科认为马克龙的核威慑言论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他说在乌克兰部署欧洲军队将意味着北约直接卷入俄罗斯的冲突。这俄罗斯人说话叫自说自话，美西方给乌克兰提供什么远程的导弹，那就是北约卷入俄乌冲突。按照俄罗斯人说法，那北约早就已经卷入俄乌冲突，哪还在乎这一回啊？这个拉夫罗夫还说，他说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希特勒和拿破仑相提并论，并回想到他们如何宣称必须打败俄罗斯，但他们与法国总统不同的是，他们直接表达了征服俄罗斯的意图。拉夫罗夫说，这位现任法国领导人，也就是马克龙，也有同样的想法。他认为，为了不让俄罗斯打败法国，有必要与俄罗斯作战。这个俄罗斯口炮界的天花板梅德韦杰夫他说马克龙说，在我讲话的这段时间以来，以及未来几年，俄罗斯已经成为法国和欧洲的威胁。这个梅德韦杰夫说，他说不过马克龙本人并不构成太大威胁，最迟是在2027年5月14日，他就会永远消失，人们不会想念他。也就是2027年5月14号，法国不要大选吗？他认为马克龙就要下台，既希望马克龙下台，这边泽连斯基搞不定，就既希望乌克兰重新选举，把泽连斯基搞下去，那边等着把马克龙搞下去，这就是俄罗斯人的算盘。我们再看看咱们有一位老熟人，他在接受 BBC 的媒体采访的时候他的说法，大家看视频。现在还用去质疑中国偏袒不偏袒俄罗斯了吗？如果他们质疑这一点的话，他们应该首先指责美国呀。美国不仅是偏袒了，而是支持了，对不对呀？
中国政府对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的蛮横的施压、胁迫，甚至讹诈的这种政策，那么我们是某种程度上是以眼还眼，以眼还眼。中国政府是吧，在特朗普对华第2轮制裁这个生效的当天，就宣布了我们的反击措施。中国不需要拉拢啊，中国这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你看这个现在特朗普政府对欧洲采取了这么一个蛮横的这种霸道的政策，对盟友的都这样啊。我站在欧洲的立场，说实话感到有点心寒。国际上呢，对这样的接触也是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的。中国政府呢，就是我们还是这个赞赏美俄之间启动这样的这个接触。当然，我们也认这个当事方的认可，必须得到所有当事方和利益攸关者的这种有他们的参与。说实话，也不能由美俄这2家说了算。至少欧洲方面他就很有意见。有的时候我发现全靠同行衬托，这个话还是有道理的。你看特朗普这一顿骚操作，直接就把自己的这个道德底线降到最低。不仅不支持乌克兰，反而在支持普京。这么一比较出来，你发现原来大国就显现出来了。关键是大国，你看表态，乌克兰的和平进程不能仅由美俄说了算，对吧？必须乌克兰要参与，乌克兰要同意，欧洲还得同意，对吧？虽然你美国和俄罗斯接触，咱们乐见其成，但是你也不能甩开他们去搞什么和谈，你不能强迫他们接受。你看看，那这个说的算是公道话。我看还有记者问，不是巴西还有一些国家建议大国派部队去乌克兰维和吗？有记者就问，那这个大使就说了，远远没到那个时候，什么意思？我估计他们都认为这个战还要往下，现在说这个还太早。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着，感谢大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